人甲人入庙时阵，你定咧读的一篇诗篇，讲我若甚至牺牲我的性命，嘛好，我甚至牺牲我的性命，嘛无要互你的家欠亏。请问，这位诗篇第几篇出来？嘛无要互你有欠亏，位对出来。哦，诗篇第几篇？23篇。诗篇原来23篇就是入约的啦，入约的应允啦。因为尾也讲啥？恩惠甲慈爱，慈爱就是入约的言语啦。所以上帝甲你入约的确无互你欠亏，啊，你感觉甲讨？主啊，我欠，为世界祈祷我袂晓，你捌甲讨无？我甲讨了，上帝真正互我3点钟坐火轮机一摆就惊到啊！马上会，哈利路亚！哦，我会改袂掉，对细汉到大啊，较改都改袂掉。太太讲你足固执的，改也改袂掉，要安怎？讲主啊，我就安尼，啊，我就客人，我袂安怎啦，好对不对？要改也唔改，找我的上帝会改无？会呢，无法度的，读10章吼，无法度。会改无？会呢，祈祷我都无法度，3分钟就不要祈祷啊！即摆祈祷1点钟，无问题啊。有阿妹无？阿妹，好来，为请吴牧师先来。吼，我甚至牺牲我的性命，的确无互你欠亏。甚至我牺牲我的性命，的确无互你欠亏。所以，因两个人啊入庙了，因兜若欠钱，要找啥？要找伊哦。因为伊甲你入庙的啊，这就是台湾人讲的啥？结拜。总台湾人结拜无用命做代价，总是你甲上帝入伫中东迄个所在，我若甲你入庙，我用我的命做代价哦。所以你有读到圣经内底旧约个无？若你烧台，迄个鸡排无出来。我大概11个鸡排，从迄个鸡排安怎？哦，古早信耶稣的基督徒，伊知伊的命互上帝啊。请问，伊任何的困难拢肯付无？肯啊！啊，你即马肯无？即马这里甲人改改拢无去啊吼！等我有闲再来做礼拜，拢等你有闲拜托的。你甲上帝用命做代价，啊！你洗礼时你是安尼，总是的，即马拢等你有闲。请问安尼敢毋入庙？迄个精神拢无去啊啦！啊，拢无去啊！好，入庙了，爱交换信物。第一，交换信物，3块烫落来，叫做脱去旧人，旧的拢烫起来。好，乌的青的，啊，甲烫起来。对，好，啊，甲烫好起来，交出来。啊好，迄个坑诶，啊，你若甲上帝入庙，上帝就安怎？将一个新诶人，甲你请咧，啊，甲请起你，送甲你请诶，上帝甲你请诶，所以圣神充满，就是请新诶人。啊，只要无圣神充满，你较知你甲上帝入庙？你毋知啊。所以，若无圣神充满，毋知影有入庙无入庙。总是你若圣神充满，上帝会继续甲你带领，逐工互你分期付款，除非你找上帝，逐工就互你分期付款，有无？所以这要紧，入庙是双方面的。好，行过来，搁爱交换啥？礼物信物。啊好，来，你将你的笔刻出来。用伊的才能献予上帝，啊！上帝献啥予伊？上帝啥物会予伊？温书，温书就是啥？上帝予你的尚方宝剑。每一项拢有，有人讲我无，啊！你毋就无甲上帝入庙？啊！你若有入一定有啊，有阿妹无？所以我昨不断咧甲恁大家讲的，阮遐阿嬷80几岁，因犹原遐忠心，上帝伫因身上拢有。温书，而且这个温书别人学的，
伊拢有，而且伊认真去做。所以啊，阿公阿嬷强强滚，80几岁还强强滚呢，有阿免无？下面自会3点钟伊共阮坐甲到呢，比阮少年佫较认真呢。哈利路亚，下面最后交换名字，什么意思？旧约圣经名代表一个人的特质。啊，我黄水成名好啊歹，也袂歹啦。随地好，成好的成功，啊那上帝咧，好搁再较好。所以我要搞出来，那我袂，我搞出来，啊换上帝安怎？搁较赞的，伊是至悬、至大、至水。所以我要换上个名，上帝的名好，啊行过这个会，一世人的确保证你拢活会出来。有阿妹无？所以头啊，咱迄个带敬拜，伊讲伫新冠肺炎内底，毋知影要做啥。其实拄开始，大家嘛毋知要做啥，我嘛毋知我要做啥。总是我就一直甲上帝祈祷讲，我的名交互你，吼。即马开始小可有年岁啊，我一世人拢交互你啊，求你用我嘛毋知要做啥。总是我知影你会为我负责到底，这个你也要祈祷的。啊，你若甲上帝讲，你为我负责到底，就表示你的名规个拢爱交出来哦，听有无？你的大细细祈祷先讲主啊，我将我规个人性命主权交互你，我嘛愿你将我生活的主权交互啥？上帝，你若肯交出来，上帝就当做工；啊，你毋肯交出来，上帝要做工就做无路咧。所以好，佮行一摆哦。第一，3课来，乌的佮演一摆，才记会卡。好，对头来，先甲请起哩。所以哥罗西书遐讲安怎？恁着爱尊人民慈悲。原文你看细字啊，或作穿，称就是立约的啥应俗。好来脱下，将旧人脱下，你家己爱愿意才有法度脱起来，好交出来。上帝将伊的性命丰盛甲请起哩。第二，交换信物，交换信物，哈，一支细支的换大支的。第三，交换名字，请手牵起来。好来，行过这个沟啊，好，多谢，请问，啊，请两个去后壁，请问安尼有几只羊啊？2只吼，好，请问有几只羊啊？3只，有几只羊啊？哈？伊一只伊头壳遐清楚，啊，你直接判做两边的，所以几只？1只，拜托的，1只啦，1只甲判做双边啦，你莫许我骗你，吼，1只。这个就是圣经内底，耶稣伫约翰福音17章安怎讲？我甲爸原本诚做一，手理这话好唔好？诚做一，其实咱拢翻做合一。其实原文只有一字叫做一，很一，迄希腊文，希伯来文读做一下的，一对我来讲，一下的，这希伯来文哦，啊那希腊文读做很一。所以你立约了，你甲天父上帝爱合作一。耶稣讲，你互因合作一，亲像我甲因合作一，伊至到因会当甲你合作一。所以你到尾啊，你爱亲像啥？你爱亲像耶稣，亲像耶稣，亲像上帝。所以叫你小的基督，敢有过分？无，基督徒你到落尾上要紧，你甲基督合作一。伫启示录的上落尾有真正合作一无？伫新天新地里，遐是一个至圣所，因为是立方体，长宽高拢共款。伫遐无阁有光。伫遐无阁有电火，因为上帝甲耶稣就是光。你住伫耶稣基督的内底，
耶稣基督住伫你的内底，迄叫做新天新地。上帝有做这样代志无？有，上帝做这样代志。好，咱甲四个拍扑啊！谢谢。这叫做切约，这叫做切约。所以，切约是用你的命做代价。其实你若肯真正用你的命做代价，你就有迄个决心。我决心，我一世人唔甘来尊叹主。我甲上帝所立的约，我就真实做甲到。你若有这种态度，我甲你讲，上帝当做工无？圣经就介容易做工伫你的身上。我这30年来去到玉里，阮遐第一个圣神充满的姊妹，我的同工甲我讲。我的执事甲我问，讲牧师，我也无比伊较差，总是为什么伊会当圣神充满，我袂当圣神充满？其实伊是因为伊感觉主啊，我安尼唔好，我安尼无教养，我要像牧师所讲的温柔的人有福气，伊有这个决心，结果上帝的灵中充满伊。我讲到4年半，我都改变人，上帝20分伊改一个人。我甲上帝讲，上帝啊，你若无互我迄吼。我要甲你再见拜拜啊！结果我伫阮玉里教会下礼拜堂伫遐圣神充满，所以我毋是伫基督山圣神充满，伫阮的玉里教会结果伫遐一直哭，哭要40分。上帝甲我讲哦，你莫搁做小巨人啊啦！因为我细汉的人足矮，人拢叫我矮啊成，我就足不服的。伊若甲我叫我用石头牵，牵就用肉。所以我走标走足紧的，计我走，拢走红了。上帝甲我讲，莫搁拼啦，莫啊啦！你即马爱学代笔，代笔上值得人学了是对一项。伊介绍吟诗学了，对不对？搁有伊足够信靠上帝，所以这项上帝和上帝足欢喜的。上帝甲我讲你莫搁做小巨人啊啦！你也起来做代笔，阿门，阿门。伫切约，那这段一定是切约。咱做来读利未记第2章13节，来。既若献做素祭的礼物，拢着用盐调和。伫你素祭顶面毋通欠缺，恁的上帝所立的约的盐。你一切礼物拢着配盐来献。咱顶一段有讲起，你所有的祭物拢爱配啥物会做伙献？盐就是药。伫中东的所在，盐非常的贵重，非常的贵重。所以乳香盐，你献予上帝，表示你会记得你甲上帝所立的这个约，永无改变。你若有这个心志，上帝真正肯做。讲主啊，我是用命甲你做代价，我愿意将我的命献予你，求你使用我。咱头下所讲的，到底利未信有几只羊啊？一只哦，毋是几只，毋是3只，毋是2只，只有一只，只有一只。咱来看创世纪15章第8节到第10节17到18a， 阿伯兰讲：至关上主啊，我若会知，我会得到这个地做产业。上主甲伊讲：你甲我出一只3岁大母的牛，一只3岁大母的山羊，一只3岁大公的绵羊，一只斑鸽，一只粉鸟。阿伯兰就摕这个物来，逐种对中破开做2边，这边甲迄边排相对，只有鸟无破开，有鹰鸟落来伫4个精星的顶面，阿伯兰就赶伊。阿伯兰就甲耶和华就甲阿伯兰切约立约，所以阿伯兰上帝甲讲安怎？
我要互你的后代亲像天顶的星、海边的沙，结果咧，伊连一个囝嘛拢无。所以讲，我敢毋是要传互我的罗卜吗？上帝听我听无？上帝听讲来，我用我的命做保证，我的确保证你有阿妹无？所以，咱拢讲阿伯人是啥？信心的老爸。其实你若安尼经历，我甲你讲，你嘛会当经历阿伯人，因为当伊完全无望的时阵，上帝讲安怎？我用我的命做代价，甲你立约，所以就羊仔起来，过来咧搬家，过钱的粉鸟仔起来，当然羊仔一只一只拢甲切对半，然后咧排队列。然后立约双方对迄个羊仔甲行过，总是你看这个经文，你敢毋看到上帝行过迄个羊仔的肉？你有看到无？佮看一摆，紧诶，佮看一摆。你看到啥？行过迄个肉？阿伯人已经行过啊。有啥？火对。就是火，因为咱的上帝就是烈火，伊袂使互你看到你就死去啊！所以上帝用火行过迄只羊仔，其实这叫做圣神充满神学。到初代教会的时阵，新的教会，上帝用火来烧地上，烧伫人的头壳顶。所以早前用火烧的阿伯兰的羊仔，即马迄个祭物直接换做人。所以上帝有缘甲新的教会，使徒行传第2章，迄个新的教会立约，我甲你立约，我保证陪伴你，互你做成我的约。有阿们无？阿们。咱来看第3。你若甲上帝盟约，你定会当住伫上帝温密的所在。诗篇91篇第1节、第2节来。住伫至关的温密所在的人，迄个人会住伫全能上帝应允的。关系上主，我要讲，伊是我得闪的所在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上帝，是我所倚靠的。所以住伫迄个上帝的十个的应的，你住伫对啊？伫迄个会幕的底，什么所在有10个？还什么所在有10个？咱请迄个会幕图，敢即摆会附出来？你住伫底有10个，对，住伫上帝底。会幕对，会幕的底，你有看到啊无？住伫会幕的底，伫迄个至圣所。你若住伫至圣所，你就有上帝的十个，因为遐有基路伯，基路伯有啥？有石啊。所以诗篇咧讲，我住伫上帝应的，你遐就避难所，你就山寨，你就石盘，阿妹吗？当你若甲上帝切入立约，上帝应允你，伊安怎？伊要互你住伫伊的十个的应下，因为你甲伊切约，就是甲伊二合为一，你甲伊成做一，有阿妹无？所以，咱就常常爱等伊到上帝温密的所在，伫迄个所在甲上帝合作一。当你甲上帝合作一，你就当带出伊的大困难。即马需要你现你的圣经啊！来，咱做来看诗篇91篇，遮足长，总是遮有足侪水的应允。特别咱伫新冠肺炎的时阵，足需要祈祷。诗篇91篇。咱来看诗篇91篇，掀开你的圣经。咱来为
第2节来读起，为第1节我带咱读到第7节，我带咱读到第7节。诗篇91篇，显着的，好，住伫至高的稳稳的所在，的确要住伫全能的荫下。我论到耶和华讲，伊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上帝，是我所倚靠的。伊的确要救你脱离鸟仔人的罗网，甲毒害的瘟疫。伊的确要用家己的羽毛来遮盖你，你要投靠伫伊实固的荫下，伊的信实是大势的盾牌。你毋免惊乌暗暝的惊吓，也是日时飞的剑，也毋免惊乌暗暝行的瘟疫，也是中昼灭人的毒病。虽然有千人扑倒伫你的边啊，万人扑倒伫你的正手边，这个灾害却袂当临到你。有阿妹无？请一直读到16节，拢是应允。所以，当你若住伫上帝的实固荫下，你住伫至圣所，上帝这应允拢是啥的？拢是你的。有阿妹无？所以上大上要紧的，迄个关键，毋是你祈祷偌久，祈祷偌济，上要紧的是你到底你的祈祷这个过程，你有去到至圣所无？有阿妹吗？所以开始可能2点钟，你才会当去到至圣所。开始你可能要有别人，你才会当去到至圣所。我拄圣神充满的时，足欢喜快乐，因为开始有法度甲上帝感应。我若想着耶稣、上帝、圣神，我就会当感应上帝即摆甲我同在。总是10秒钟、1分钟就过去啊！我就上帝祈祷讲，介绍。其他的牧师同工甲我做伙，我才有法度安尼。伊若等于我就无法度啊，要安怎？我就开始甲上帝祈祷讲，我家己一个人我嘛要安尼，有阿妹吗？所以我就去操练，一直操练，一直操练。尾啊，3秒钟就会当圣神充满，无祈祷时嘛会当圣神充满。所以通过迄个操练，不断操练，你会当经历。上帝时时刻刻拢住伫你内底，有阿妹吗？当时我若出来，服侍界无用，我若等于我家己的教会、早祷会，敢若坐咧尔，就会当圣神充满。表示一个定定有咧祈祷，逐工拢咧祈祷的所在，遐就真做一个亲像圣殿共款，像一个会幕共款。你若去到遐，就进入你温饱的所在，你的时间空间，就甲外口拢分别出来。伫迄个所在有充满上帝同在的温歌，有阿妹吗？你要甲试看卖无？你等下去甲试。你伫厝一个固定的所在，可能一条椅啊，伫遐较温暖的所在，一条椅啊就会使啊。你会当坐咧就好啊。我看见迄古早，迄外国的富人人足无用，因拢一个摊啊。将家己安尼砍的，目睭看无，伊就开始祈祷啊！因为厝里有10个囡仔，有10个囡仔，想着10个囡仔头壳就戆去啊！总是伊将迄块布啊，将伊头壳安尼砍起了后，伊就开始祈祷。无厝里遐无用，要安怎？遐尼侪囡仔要安怎教？伊通过上帝的同在，这个妈妈尾啊嫁出全世界有名的，叫做劬劳的使徒。是啥？哈维尔。姊妹啊，你会当培养这种囡仔无？一个人影响规个世界呢？哈利路亚！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讲你就是珍宝，上知影？伫上帝放伫你的性命内底有啥物特别的好、特别的水、特别的好，无人知。总是创造你的上帝，伊拢知。有阿妹无？阿妹。切入你甲上帝名约，的确是啥？你甲上帝中间有一个叫做啥？联盟。迄牧师啊，你敢安尼讲？咱头先咪讲切入了，爱行过红地毯吗？行过红地毯是啥？结婚啊！行过红地毯就是结婚。你敢知影启示了？上帝讲伊要来接伊的教会，伊的教会是啥？
新妇、新娘啊，因为犹太人咧娶新娘的时候，叫4个查甫囡仔用一个伞甲捡起来，互迄个新娘啊坐伫半空中。阮牧师因兜伫阮对面尔，阮同学甲我讲哦，水生，我甲你讲哦，阮来做迄啦，我将恁Apple 甲赢出来，安尼好毋好？我总等去找阮爸参详啦。阮爸讲卖啦，其实阮爸是啥物人？客人安怎？要解无简单啊！总然即个一般的方向拢理解远啦。阮爸讲卖啦，你就好啊，将甲带过来就好啦。你感觉这有意义无？我感觉这有意义呢。将新娘安怎扛起来，扛伫肩胛头顶，伫遐欢喜快乐。亲像上帝有一天伫末日，伫启示录，咱即摆已经进入末日中的末日啊呢。伊要将你安怎对地上提起来，亲像甲你压伫肩胛头顶，要来迎娶伊的新娘啊，甲新郎会面。安尼有阿妹无？所以主耶稣基督伊个来时，伊要甲你合作证。所以有乱无也无乱无，一定有诶啦，一定有乱无。咱做伙来读诗篇91篇14节甲16节，这足赞诶！你甲背起来，用这来祈祷来。上帝讲，因为伊真疼我就要甲伊救；因为伊捌我的名，我要甲伊安置伫阔的所在。伊求叫我就甲伊应；伊伫危急的时，我会甲伊同在。我要拯救伊，互伊尊贵；我要赏赐长岁寿，互伊满足，互伊看到我的救恩。这个英文好啊歹，好有够赞的啦！总是只有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？伊专心听我，对我来读这字，希伯兰哈夏克。第一字吼，毋是哈夏克，是足强的哈夏克，哈夏克。所以上帝哈夏克，计想要甲你寄入去安尼啦。上帝要甲你寄落，伊要甲你乱摸英文的意思叫做安那，甲你连条条啦。哦，小姐，我上听到这条安怎？会起鸡母皮，你的翁要甲你安怎？连条条，咱小姐听着安尼，感觉介欢喜，总会嘴拢会甲讲安怎？卖啦，我有一个兄弟，我甲教当等下恁太太若咧炒菜时吼，你着逐工爱去甲抱一摆，伊总伊后壁拢甲抱咧，伊咧炒菜拢甲抱咧，因太太讲300啦，害阮这个兄弟讲过拢毋敢去做啦，拜托的啦，姊妹，恁翁若经济好，你着安怎头挖过来安怎，甲斟一个嘛好啦，哈夏克对我来读哈夏克。哈夏克，哈夏克，上帝乱无你，伊甲你连条条，你有听毋对无？是你乱无上帝啊？上帝乱无你？那地狱上方面拢有，你若乱无上帝，你甲上帝连条条，上帝就爱甲你安怎连条条啊？所以新冠肺炎的局势内底，你会足侪不安、足侪烦恼、足侪挂虑、足侪重担，特别做阿公阿嬷的烦恼因囝、烦恼因孙、烦恼因囝仔孙，到底要安怎？要安怎？结果咧，只要你甲上帝立约，你甲上帝讲主啊，我甲你立约，我知影你要愿意甲我连条条，我嘛愿意呢。上帝啊，我这个代志交托伫你的手中，请你为我负责到底。有阿妹无？这叫做切约啦，哈利路亚！所以约对每一个基督徒何等的要紧。圣经直接讲，因为伊专心哈夏克我，伊专心咧听我就要拯救伊。伊知影我的名，伊摸我的个性，我就要甲伊安置伫悬的所在。伊叫过我就要应允伊。伊伫极难中，我要甲伊同在，我要拯救伊，互伊尊贵，互伊长岁寿。这个你拢袂无？这个我拢袂啦，我知影你嘛拢袂啦。感谢上帝，所以你得当将这摕出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
下面啊，总是圣经内底有肉的乱无，咱来看创世纪3章16节。佮对妇人人讲，我的确要加添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的确要受济济苦楚，你的确要乱无你的丈夫，你的丈夫嘛要管辖你。这个乱无叫做歹啦，这字唔是哈夏克，这字叫做夏卡，这叫做歹。你无恁翁袂得，啊有恁翁做伙，一日到晚拢咧冤家。迄叫做歹，小卡叫做歹，总是中文拢翻做共款，叫做乱无，请你唔通安怎谈着，请你唔通谈着。乱无是拍开你的灵上紧的方法，所以要圣神充满。我要甲你讲，今仔日我甲你分享，我操练，我已经操练27年啊，上紧的方法叫做乱无。伫2000年，我开始学习一个足简单的方法，叫做爱耶稣。我结婚了，我无思量，一摆伊生日的时阵，我也讲我要送你什么礼物较好。伊讲衫裤你买也袂起啊，对，真诶，好诶衫裤真正几啊万，我迄阵写咧无法度，伊讲水衫你也买袂起，啊若手指咧，你搁较无法度。啊若叫你送花，你要送我塑胶花？我讲塑胶花较袂歹啊。伊讲迄你拢无法度啦。我只要你3字就好。对3字，我甲应讲，你知道，迄有拍几下，你知道？我讲袂出来啦。阿要安怎？所以其实我甲上帝、甲耶稣讲我爱你，我敢讲会出来？嘛讲袂出来。要安怎？我就一直练心呢。我的练习的方法讲，上帝啊，多谢你先爱我，所以上帝我嘛爱你。耶稣感谢你，你先爱我，所以我嘛爱你。我拢先安尼才有法度。我安尼操练，一年过去了，我有法度啊。讲耶稣，我爱你，耶稣我感谢你。你遐尼小，我遐尼跳我，一直感谢，一直感谢。有一天，我感谢了的时阵，我咧安静伫遐咧享受。我听到一个声甲我讲囝诶，多谢你听我。我真细汉，主日的老师教的天父上帝拢安怎？天父上帝较严啊，送甲较温柔慈悲，耶稣对毋对？所以我无迄个概念，讲上帝甲我讲囝诶，我听你无呢？所以讲，我真细汉都无这个观念，无这个观念为对来，除非真正为对来，为上帝来。诗篇139篇17、18讲安怎？上帝啊，你对我的意念何等的多，亲像海边的沙。当我困醒的时，你悠远伫遐。所以你咧做梦的时阵，上帝嘛会甲你同在；总是你困醒的时阵，伊悠远甲你同在，伊会用伊的意念甲你讲话，有阿妹无？所以我以后就一直操练，不断操练，慢慢，我就听起上帝的声，分辨，迄是我的想法，还是上帝的想法？我会搁去甲做了知影，到底是上帝的想法，还是我的想法？有一摆，我中昼时啊困醒，我就共款搁伫遐学了，讲，哎呦，去对一间厝甲看卖，我脚踏车就起来，1分钟就到啊。结果人门关咧，请问。迄是上帝的想法，还是你的想法？我的想法，所以我用安尼来分辨，小小的代志我就做，去分辨到底这是我的想法，还是上帝的想法。到你的囝儿、查某囝要结婚的时候，到底这个要嫁还是要娶无？甲一人讲无事啊，你替阮斗祈祷，互阮知影讲这个好啊歹。我拜托的，我毋是咧替恁斗算命啊，是毋是？咱普通时啊，定拢无咧问上帝，到严重的时阵才要来问上帝。迄阵会付气也袂付气，我要甲你讲，常袂付气啦。毋是上帝不爱甲你回应，因为你普通时啊，你都毋捌咧求救上帝，你毋捌咧甲问代志，你临时问，伊佫甲你讲，你嘛听无。所以我拜托你，你当年啊听耶稣了，爱耶稣爱3分钟了，你
2分钟好毋好？你伫遐享受，去找你问上帝一个问题，听上帝安怎甲你应，一直问，问了就听上帝安怎甲你回应，好毋好？上帝一定爱甲你回应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甲伊契约伫2个人的性命合做偌济节，合做节，所以你乱无上帝，你有迄个听上好，因为你迄个听，将你的心、将你的灵拢拍开了后，上帝要甲你讲话足紧，上帝要将伊的祝福互你足紧，因为你的灵已经拢拍开啊！哈利路亚！我感觉我一生的命定有一个足要紧的时刻。我昨有甲咱分享过，就是我伫小金门这边，我已经来到东部到2013年啊！我1989到2013，我已经住伫玉里24年久。有一天，我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明年你敢有啥物代志爱我做吗？上帝给我一个意念，去你山顶，去遐安静静止，我就去哩。过当1月开始，我就逐个月去到山顶，去遐安静。我就伫遐读5年生牧师因爸爸写的《东部宣教书》，伫遐读。哎呦，我读到阮东港教会的牧师来到玉里教会做小会议长。我以前我就捌读过这本册，敢读无啦？我读无呢。即摆我读着我明白啊！原来8年以前，我的母会为东港坐船兼行路，爱1礼拜才会到玉里。我的牧师就来到玉里教会啊！我等于讲互听无半会知。我甲我的牧师娘2个拢东港教会，所以上帝无卖去这东部教会派阮2个承接8年久的使命，有阿免无？下面佮继续甲读落。我的外妈姓我的舅公太祖也捌来到东部，伫5年生牧师迄间教会做传道。安尼我知啊，迄毋干那是我东港教会使命，嘛是家的一个使命。我讲上帝啊，安尼我知影你为虾米互我留踮遮？迄阵我定咧想讲，我来到遮20几年有够久啊啦，敢需要走啊吗？上帝，互我这个我坚定搁留咧，所以我即摆签到当时3年后的12月31签到退休，因为我知影我是承接这个使命来做工的，有阿免吗？结果10天后，阮遐个联导会伫改选主席，本正讲好啊，连上牧师甲我讲好啊，前一日甲其他遐个大佬拢甲伊讲好啊，讲后一日伊接，结果迄天伊无来啦，伊无来，人就敲电话问讲，连上牧师，你今仔会来无？迄边个电话我听着讲袂，嗨啊！我看我的表啊，剩7分钟通考虑，剩7分钟通考虑，要接嘛毋接？我第2资深啊，要接嘛毋接？我知影，我着守东门的，所以我想3分钟了，讲好，我接。对答了，我的人生中开始改变，足大的改变。所以，你甲上帝性命合做一，上帝的责任就是要带你完成伊伫你性命的啥命定、使命、呼召。有阿免无？下面，总是只有一个条件，你要交出毋交出来。你若肯交出来，伊就会甲你带；若毋肯咧，无法度，毋是上帝无爱做。所以你若肯交出来，上帝一定甲你带你进入迄个命定。咱头伫迄个7月中间有一个足要紧的，叫做啥？交换信物，对毋对？阮伫玉里，大概领圣餐了，我就甲所有兄弟姊妹讲。领圣餐了，就是表明你一摆佮甲耶稣基督切约，所以耶稣基督这物件拢爱互你无？爱，啥物物件？咱做伙来读。第一，官兵甲身份爱加添互你无？
你若毋捌甲求，你来讲主啊，权柄甲身份我袂，我是上帝的囝，全世界的权柄你已经拢互我袂。啊，你有诶毋敢接啊，有诶毋敢祈祷，你敢知？啊，你若敢，你来上帝讲好。虽然我袂晓，我嘛毋知要安怎做，总是主啊，我肯，你互我开始用祈祷开始。第二，你会交换啥？武器就是温书。我昨讲迄个阿嬷84岁啊，伊癌症、忧郁症加起来两个加起来50年，一个拢20几年、30几年啊，加起来50几岁、60岁，伊破病遐久，总是伊肯，我无甲教，伊拢伫边仔学，70几岁搁咧学。结果伊会晓啊，上帝嘛加天互伊啊。第三，交换名字，交换啥？上帝的本质。你讲你听心少，我真正我感觉我听心少。总是你若甲上帝讲肯，你就开始对一个、两个开始祈祷关心，上帝就愈用愈多，你愈做就愈多，啊，你若愈毋嘛就愈少。咱做来读圣经，撒母耳上卷18章第1节甲第4节来。大卫甲扫罗讲话了后，约拿单的性命甲大卫的性命生相连。约拿单听伊亲像家己的性命，迄日扫罗甲伊留落来，无互伊转去伊的老爸的厝。约拿单甲大卫两人结约，因为伊听大卫亲像家己的性命。约拿单脱伊身躯的外衫互大卫，佮甲伊的军服、连伊的刀、伊的弓、伊的腰带嘛拢互伊。是约拿单互大卫啥？伊的剑衫、伊的刀、伊的弓、伊的腰带，伊的剑衫是王子的呢。请问王子的甲一般的阿兵哥敢毋共款？无啦。所以约拿单将迄个剑衫脱了，互穿了，大卫迄瞬间，伊真做啥？王子。有阿免无？阿免。你衫甲穿落，所以为什么保罗教咱爱穿啥？全副军装。后摆你要穿全副军装，你会记得先记得讲主啊，我甲你立约会，我的命拢互你，你会替我负责到底，我愿意穿起来。哈利路亚！啊，迄甲穿起哩。保罗所讲，迄甲穿起哩。然后你有上帝的性命，交换名字就是交换性命。害我带你做来看哥罗西。遮一个足水足水的哥罗西，无写伫讲义顶面。哥罗西第3章，哥罗西第3章12节，哥罗西第3章12节。哥罗西第3章12节，显着吼，来，所以恁既然是上帝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爱存怜悯、温慈、谦卑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你有看到无？存迄字原文做啥？清。你有看到细字的无？和合本的一定有。你一定爱存原文做清，后壁重，咱来看后壁。第14节，伫这一切以外，搁爱存着疼心，疼心就是联络全德的，存是啥？清，这就是立约。你无袂要紧，上帝有。你无上帝有，甲上帝讲我要清啊，我已经甲你立约啊，请你将这个衫，将这个性命。水的性命穿伫我的身上，谦卑、温柔、吞忍、疼心、疼全世界的心。你若甲上帝求，上帝的确要互你。哈利路亚，阿免。咱来看有啥物条件？上帝要做这样代志。18节，18章的第1节，用拿单的心甲大卫的心安怎深深契合。约拿单疼大卫，亲像疼家己的性命；你疼上帝，亲像疼你家己的性命。安尼上帝要做真多，所以我头我才甲你讲，你既然若明约、切约，一定有啥？一定有恋慕的心。对我来读，要会记住无？要安怎读？哈，
shock， 哈 shock， 哈 shock， 哈 shock， 乱无的心。所以这个药是互你得平安，得到安息，这个足要紧，足要紧的。我即马拢甲上帝求，讲上帝啊，2016年台湾有22个县市，迄阵要县市分开，即马变成17个，以前22个县市。每一个县市拢摕一个石头来到台北的所在，伫遐将台湾这个土地献予上帝。台湾无一个宗教捌安尼甲上帝切约，伫遐对逐所在来的信徒，伫遐甲上帝讲：阮将台湾这个土地献予你，请你来掌管。你敢知影为什么当年台湾？那拜拜拢爱行老热，为什么？因为伊拢讲有4字，迄旗仔顶悬拢有4字，啥物顺手，大天顺手，就是表示即个土地伊咧管的。所以世间人甲灵界立约，逐年拢爱换新。圣经内底有无？有，一代到一代拢爱换新的，换做新的。所以我这代甲上帝守约，我新的一代我搁甲上帝守约，拢爱换新。然后上帝的确守约到落尾。我要问咱，2016年到现今，请问有几个风台登陆台湾？你敢捌算过？毋捌吼？2017年敢有？今年敢有？拢无吼。对，上帝守约，有风有雨，我遐3天半落1000公里啦，拢落离我遐无落离恁遮，我知。我认真咧看，因为我守东门的，我足认真咧看。所以上帝守伊的约。迄个气候的灾难无，因为伊守约。阮逐摆若看到风台，因为阮教会出一个气象局的啦，伊古早伫气象局咧工作，伊拢会甲阮赖团讲，牧师我爱为着这祈祷啊，啊，阮着认真祈祷啊，阮为着这祈祷，阮已经祈祷21年啊，只有一个风台入到玉里，因为风台若为纵谷入去下海，迄闪都闪袂掉，超过17级的风。窗仔门迄关的哦，佮有防台板哦，树叶啊共款入来，安怎入来？我较会知。迄吹甲迄个窗仔门的别开，互树叶吹入来。17级以上，阮遐迄厝顶差不多1/3拢掀掉去。所以，阮开始过来祈祷。大概风台，阮就过来祈祷。总是即摆圆规咧，阮想讲啊，都袂来啊。就凉凉啊，下海3天半落1000公里，总是犹原无登陆。阮迄区总也强啊，拄啊1户有困境。我问隔壁倒客庄的原住民布农族的倒客牧师甲我讲，只有1户尔，剩的拢还好啦，落有拍算啦，总是1户因为石头连落来，将伊的厝安尼甲弄着歹，安尼尔。今仔下早，阮的长老已经摕慰问金去遐甲慰问啊，陪因教会去甲慰问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你若甲上帝契约，你守掉这个约，上帝自然而然一项一项拢愿意为你来出手。有阿免吗？所以你会当了解，你咧读旧约时，足特别。为什么旧约一直写讲，这个王认真伊是所做是得，所做是正。所以上帝就固守这个国家，伊若写上帝写来讲，这个王所做是恶，然后就安怎？麻烦一大堆，对不对？因为守约，上帝就出手。咱做来读诗篇86篇14节、15节。上帝啊，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，阁有强暴的党笑想我的性命。伫因的面前，因无敬奉你，主啊，你是仁慈稳定的上帝，无快生气，
搁有丰盛的慈爱甲信息。丰盛的慈爱甲诚实，这两字是一个成语，五字加起来，慈爱甲诚实，其实爱翻做啥？慈爱甲信实，慈爱甲信实，信实、诚实的诚，你甲改做信。Chesed v'emes，Chesed v'emes，慈爱甲信实，对上帝甲你立约的听，永远袂改变的听，对头到中到尾，永远袂改变。上帝个性的对头到中永远袂改变，上帝所讲的话就是对头到中到尾永远袂改变。第二，上帝的确要赏赐好米互你，土地要出土产。咱来读诗篇85篇11节12节来。信息对地里发生，公义对天降落来，上主会赏赐好米，咱的土地会出伊的土产。对，诚实对土地来发生，信息多谢黄牧师，伊直接甲读做信息啦。信息要对土地布院，你甲写落。生迄字希伯来是布院发芽。然后，当你有迄个信息，毋是100%，你可能30%尔，上帝就肯出手啊。公义对上帝照这本圣经所记的，伊愿你安怎俯视？来，看我遮俯视的安尼甲你看，什么意思？上帝感觉我这个查某囝介认真呢。伊无做到100%，30%、40%，伊就安怎？伊带着迄个温柔，带着迄个期待，继续安怎？伫眷顾你。有阿妹无？何等的温暖啊！旧约圣经写甲遐尼安怎？生动活泼。所以上帝讲安怎？好米要互你，你若收约，好米要互你。上帝丰盛的慈爱甲信实永远无离开你。上帝要赏赐一切好。诗篇84篇11节来。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，是灯牌，上帝赏赐恩惠甲阳光，伊毋捌留一项好米，无互遐个行正直的人。行正直的老人，咱拢感觉安怎？我这人足安怎？足正直的，直啊正直。另外一句话叫做“介固执”，拢还唔对伊啦，唔是正直啦。咱来看希伯来文，对我来读，tamim，就是你完全要守约啦。创世纪17章第1节，上帝甲人立约就一个条件，就是你肯守伊的约到完全，你有这个决心。请问你有这个决心，你敢开始就做到完全？无可能的代志嘛，对不对？人一定有安怎？一定有缺点嘛。后壁人敢有缺点？有啊。伊敢做到100%？无啊。代表敢做到100%？无啊。总是上帝讲伊啥？伊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伊愿意全心全意。伊做唔对，先帝甲指责，伊马上安怎？悔改。我唔对啊。求天父上帝，你赦免我。所以，伊愿意全心全意全力来守上帝的名约。有阿妹吗？咱来做伙来读创世纪17章第1节来。亚伯兰99岁时，上帝对亚伯兰显现，甲伊讲：“我是全能上帝，你伫我的面前行为着完全。你着安怎？完全，你着tamim。来到新约圣经有原有，因为这本现代希伯来文新约圣经，所以我甲你讲足宝贝。对旧约到新约，即马阁有一座桥甲起来。你若愿意真心真诚真意真力守上帝的约，上帝讲安怎？遮的好米拢要互你，有阿妹无？阿妹，卖人请举手，我卖。感谢主，我真正卖。我甲上帝讲吼，我60岁以上啊，我肯，主啊，我肯。你用我，互我虽然无够业，你甲我教，
你看教我，互我一项一项愈来愈亲像你。有阿免无？阿免。最后，上帝为着伊的家己的名，伊的确爱带你行伊的路。你敢捌来祈祷？上帝啊，请你为着你的名，带我的囝行伫你伊的路。阿免吗？阿免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甲上帝契约啊，契约就是甲你立约的人，伊一定爱负的责任。虽然你对你的囝无法度，你对迄个传染的迄个人，你嘛无法度，毋知要安怎做，不要紧。你甲上帝讲安怎？我将这个人带来到你的时温，保证我替伊祈祷，求上帝我知影有迄个困境，你替伊认罪悔改，你替伊祈祷，总是尾也甲上帝讲，上帝啊，你带伊行伊的路。为着你的囝，为着你的孙，为着恁阿姐，为着恁阿兄的囝，甲祈祷，你带伊行伊的路。其实，人毋惊付代价，人上惊是惊我毋知影要行去对啦。所以我既然彷徨无助，毋知影要行去对先，我著迄边行。行的无依无事，佮行滑头。迄个路我嘛行，佮无依无事，即条行。你就无依无事，总是我知影。等我认真查圣经了，发现我知影讲，迄条就是路。好，我一世人拢要行即条路，因为这是上帝真理的路，我就甲行。无论用偌济时间，无论用偌济代价，我会当立的，我就立；我会当出的，我就出。讲上帝啊，你看我，上帝啊，为着你的名，带我行义的。你互我体会着，我毋才会甲人分享，我毋才会当教。有阿免无？讲上帝啊，为着你的名，你使用我，你敢会晓安尼祈祷？上帝足爱，我感觉上帝足爱，所以上帝足要紧你的命定，你敢知？因为你的命定就是伊的计划啊！请问上帝计划无完成，伊敢会郁卒？伊敢会艰苦心？圣经内底讲上帝为着你烦恼，为着你担心吗？所以上帝要以你的命定，因为你甲上帝立约了，你一生拢是甲上帝的名有关系。你设立了，你一生所行、所讲、所做，拢甲上帝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讲上帝啊，请你为我负责到底，安尼敢毋过分？无呢，因为你甲伊契约。所以咱来读诗篇23篇第30来。伊互我的灵魂精英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伊的路。伊的路就是圣经内底这的真理，所有的真理。因为你甲上帝立约叫做公义。所以立约的路就是公义的路，就是这本圣经所写的律法，所写的真理。有阿免吗？安尼今晚我要请问你啊，咱来甲上帝立约好毋好？过去你可能捌立约过，过去可能你也对约无了解，总是你即马知影讲，我就是用我的命做代价，你要做代价无？无论安怎讲主啊，无论偌济困难挑战，我一定要做甲正。虽然我袂晓，我真无过了，毋知偌济代志，我拢甲上帝讲，迄我袂晓。阮伫庄骹，我知影好像牧师伫庄骹，即个一代志拢新行伊也无教啦，无要安怎啦？我嘛毋知呢，我上帝讲，上帝你派我来哦，你要替我负责任哦。我拢安尼，我无惊见笑。我上帝讲，主啊，迄毋知影要安怎做啦，无人知啦，只有你知尔。你无牵我做，我要安怎啦？你敢会安尼甲上帝讲？会使，咱做伙来祈祷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咱有3-5分钟，咱来甲上帝祈祷。我知影你每一个人，你生命拢有困境，甲上帝讲，我要互你用，你用我，为着你的名，带我行你的路。若以前你捌甲上帝立过用，你无做正，甲上帝认罪，讲今晚我跳起来，我要做甲到。
主耶稣你讲，这个杯是用我的信约所立的杯，主我甲啉落去，我将你的血甲啉落。你用你的命予我，我嘛就愿意将我的命予你，予我甲你结盟，予我甲你切约，一世人做成圣经内底的真理，做成这个约，这个约永远无改变。阳光拢归于你，耳拢归于你，听我的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好，咱这顿吼到伫遮，咱休困。